莫拉克风采冲冲南台湾，高雄也民农镇甲县六龟，那么下乡也得天气，恁办呢个那位建设，嗰度地方呢更加也看唔到诶。下个电视台睇去年上年年有播出的连续剧《盐田少年地杯》，其实有嗰度嘅场景，如係睇一只嘅落戏杯，尤其係有嗰度睇少年村戲杯，唔過更加生活變色，成為本日嘅戲劇當中嘅畫面，成為千珍貴嘅記錄。是嘅，泰西亞講話，頭強性嘅河巴都夠水，按這嘅畫面就係投稿用嘅感性向少年村戲杯。不過一下受到莫拉克風采引發嘅內生調，F 嘅少年村，再也看唔到安用嘅景象咧。橋大塊嘅路講唔得咧，嗰用嘅嘅下集本達華山減水嘅總條，投風采過後做簽撥內生 F 客家本應無派發上線，目做條切看到嘅野鳥俯視馬卡嘅畫面。將將嘅河壩充滿天色嘅建築，本達看下過去，將嘅客種建設，也下將村道為上上，村民都唔盼得也都冇講啥，也下將做得同野鳥記錄下來嘅珍貴畫面看到咧。客新聞小網學2月特別報道。